育中心阁来传出着虐待囡仔的事件。台南一个家长2月时阵，甲1岁大的后生送到永康的一间托婴中心。这个月初去甲囡仔接档的时阵，发现囡仔身躯顶有滚啊位拢来凝血。托婴中心讲是囡仔家己弄受伤的，社会局展开调查，托育员才来承认讲是因为扭力，才害囡仔的头壳去弄到婴仔床。社会局认定这是不当的照顾，罚款6万块。台南永康这间托婴中心发生苦毒囡仔事件，有家长伫2月份将大一个后生送到这来托育。2个多月后，4月初7接囡仔转去时，发现讲有真个所在拢乌青。当时托婴中心讲是囡仔家己弄的，家长感觉真可疑去通报。社会局开始调查，发现讲托育员讲白惨。托育人员他是有承认说他在照顾的时候，动作比较粗鲁，所以有拉他，然后有撞到婴儿床。社局认定讲是照顾无妥当，罚托育员6万块。托育中心的负责人敢有隐瞒？社会局爱过了解，发生这款代志，业者表示讲托育员唔是调工的。因为他小孩子本来就不喜欢被人家束缚，不喜欢被人家束缚的状况之下，老师搭过来的时候，可能不是很轻巧的动作，让他孩子可能就有一个受伤的状况。其实，这间托育中心是业者拍来经营的，108年7月份才立案进行迄间，和家长检举讲苦毒囡仔。托育员挂小鬼仔面吓囡仔，佮将囡仔拖咧行，甚至是用石的等等，短短17天内，就苦毒囡仔60几摆，所以讲被社会局动发勒令停业。想不到即摆换头家，也有新的团队，嘛发生这款的代志。虽然社会局表示讲前后2件无关联，不过依然会深入调查去了解。